澳門生日聚會年夜飯性價比非常高嘅餐廳，大部分都係本地食客幫襯，好少遊客知道。今日實打實幫你試下佢，睇下係咪真係咁抵食。研究它喺澳門居民區好少見到啲咁有特色嘅建築物。嗱，喺呢度上去2樓，之前好多網友話佢哋帶屋企人過嚟食，又平又夠好睇，但係齋平係冇用㗎。帶咁多人過嚟食，除咗環境好，仲要好食先得。今次特意幫大家試下，睇下你哋覺得抵唔抵食。我最中意啲有海鮮池嘅餐廳啦，證明啲海鮮夠晒新鮮。哇！睇睇條龍躉，一陣食咗你。呢個係平日我都爆晒人流。第一個出場，琵琶乳豬一隻，好香啊！睇住佢都特別喜慶。第二個出場，金銀蒜粉絲蒸綠頭鮮鮑魚，呢度一共12件鮑魚，你同你屋企人一人一件。蒜香味十足，而且一啲都唔怕暗喎。下一個出場，白灼九節蝦，呢度有1斤半咁多。隻蝦超級緊實 Q 彈，食得出新鮮嘅感覺，而且仲要甜甜地。你哋過嚟試下，係咪真係有我咁甜？清蒸大龍躉，真係食得出條龍躉係從海鮮池啱啱撈出嚟嘅。下一個出場，金絲薑蓉雞，佢呢個咧係將啲薑蓉炸過之後淋晒落啲雞上面。啲雞好嫩口，而且啲味道調教都啱啱好，好鹹香。碧綠炒腰果蝦滑，聽講啲蝦入邊真係有蝦㗎，仲要係佢哋自己親自手打嘅。哇！爽口彈啊，真係特別清新喎。呢個係流心奶卷蒜香骨，屋企有小朋友咧，呢一個就啱晒佢啦。今日幫你哋試呢個餐咧，佢半席係1688，全席係2988，共有12樣嘢，有齊晒海陸空組合，有壽桃，有糖水。人均250，送果盤和蛋糕，免茶位，免加1。各位網友，你哋覺得抵唔抵食？位置就距離關口5分鐘左右。食飽落樓下仲有手信，哇！真係好少見到啲咁長嘅蛋卷啊，真係好誘人啊！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自己過嚟呢度睇一下。想知道澳門更多又平又靚嘅嘢，記得關注我。